再来看其他档下过淡水河的淡江大桥，今仔举行下令仪式，按算明年5月通车，会当缩短淡水甲八里的距离哦，会当减少25分钟的车程。总统赖清德伫个致辞的时阵表示讲，这座桥是3支区面的桥塔，当初设计流标哦是真歹做。也毋过，咱台湾人坚持来完成这个全世界上状况的沙墙大桥。总统伫致辞的时嘛，主动讲到讲最近在违法的争议，呼吁朝野都爱共同来讨论，思考出喺台湾会当登记丢安的在违法。我们合龙仪式完成，请大家热烈掌声，谢谢公。开6年起好下过淡水河的淡江大桥，最后一块闭合这块合量到位。总统赖清德亲身出席见证历史的时刻，挂起特殊的淡江大桥，由国际出名的建筑师扎哈迪设计，完工了后会是世界上长的单塔无对称斜中桥。不过因为时间难度真悬，期间捌设计流标，总经费是有230.38亿。在我们整个闭合完工之后，我们还有很多的工序，希望可以让这座大桥能够维持120年。所以，请再给我们几个月的时间，在明年5月9号。交通部话讲，要伫明年5月通车，按算淡水到八里之间会当减少25分钟的车程。所界第2线德惠路段塞车的状况，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当面向中央发声。我刚刚特别跟陈部长说明说，希望带来轻轨。中央已经报给中央，已经沟通好的部分，如果核定以后，八里轻轨就快速的核定，因为我们这个路廊已经衔接完毕了。我在这里代表政府公开讲，中央一定会支持新北市政府持续这项重大建设。新的财划法修法之后，中央不见得就能够像过往那么有能力来支援地方，所以过去中央经费比较多，就事情就多做一点。未来地方政府的财政会比较好，可能地方就要扛起更多的责任。老总统主动讲到最近在违法的争议，呼吁朝野应该保留中央照顾地方的能力，也检讨会当互地方平衡发展，做伙讨论想出互台湾好好啊，鼓动治理的在违法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